现在在鼻头角。嗨，我们现在就是我一个人捡的才5分钟就可以捡到这么多垃圾，然后因为这边洋流的关系，其实有非常多的垃圾会这样一直冲来。那这个垃圾只要因为你可能会有的人会觉得说我捡东西不完，但是如果你不捡的话，它还是会留在那里，所以还是要捡。那你可以看一下后面，就是有的你我陪着分一下，让大家比较好吧。我期待你下次到了，有勾环，这个比较好了，对，不然你看这个一下就满了，你看这个带不同的垃圾袋其实都一下就满了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来的话，就顺道带着个垃圾袋，然后把它压扁。压扁之后呢，它把它的那个前面的那个口啊，然后再带回去，不然它那个保特瓶又会再继续膨胀。好，继续努力。先生。